陪你讀新約。1月28日，陪你讀新約。馬太福音18章15至35節，如何對待犯過錯的弟兄？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，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，指出他的錯來。他若聽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聽，你就另外帶1、2個人同去，要憑2、3個人的口作見證，句句都可定準。若是不聽他們，就告訴教會；若是不聽教會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綁；凡你們在地上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釋放。我又告訴你們，若是你們中間有2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麼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。因為無論在哪裏有2、3個人奉我的名聚會，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。不饒恕人的惡僕。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：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當饒恕他幾次呢？到7次可以嗎？耶穌說：我對你說，不是到7次，乃是到70個7次。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，才算的時候，有人帶了一個欠1000萬銀子的來，因為他沒有什麼償還之物。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、兒女，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償還。那僕人就俯伏拜他，說：寬容我，將來我都要還清。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，把他釋放了，並且免了他的債。那僕人出來，遇見他的一個同伴欠他10兩銀子，便抽着他，掐住他的喉嚨，說：你把所欠的還我。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，說：寬容我吧，將來我必還清。他不肯，竟去把他下到監裏，等他還了所欠的債。眾同伴看見他所做的事，就甚憂愁，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。於是主人叫了他來，對他說：你這惡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。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，像我憐恤你嗎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給掌刑的，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。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。